早前太埔刺救会的成员喺上台北来澄清抗议，打造苗栗县政府路调派嘅800个警消人员韩国怪数，其中有300个警察韩国会屯一个太埔一只嘅一公益路韩国附近嘅路包围论呢。虽然有位学生嘅去支持伊呢，有去动论咯，不过警察实在太多嘅，还係如果講屯一群抗議人路帶走嘅，工廠人員唔是3點鐘，主編路屯一師傅人家總會拆黑。 紅生嘅本來啲中南公益路同仁愛路交叉路係會總藥房就轉下來嘅，全台灣反政府團體嘅支持在先，每天天都睇咧。我覺得劉成鵬實在是太糟糕了，非常糟糕。我們教我們的小孩要怎麼做，結果我們大人在做最壞的示範。好，小姐，請你不要抗拒哈，請你不要抗拒哈。 苗栗縣政府第18日早晨10點開始遣來警力，同時再來騎馬同插播嘅機器，啲警方強強來控制民眾逃開現場過後，辦卡公司天天留拆遷戶嘅私人物品載走。下後睇見機器就落去，17將吊上去嘅睇見壁花入下木就破壞槍槍嘅。 还没沟通结束好吗？有了，来了。我不是正在沟通吗？你在沟什么？来，有那麼急嗎？好，你先沟通。你要拆人家房子那麼急嗎？那劊子手有那麼急嗎？安泰村嘅警力同睇見機器落去，工廠人員唔是3點鐘就落包含中藥房、竹屋、房屋同可屋一師傅目標建築物拆鐵。 縣政府3點留磚頭磚節前上來，太埔安昌村嘅師傅反拆遷戶就啲地主去到台北澄清抗議20日，變到送票，物價就冇嘅。客家新聞總之名苗栗報道。